香港人要點樣喺小紅書上面開店？我哋整理咗過往服務香港商家嘅經驗，分享俾大家。有唔少嘅香港商家私信問我，話鋪筆記咧冇人睇，互動又少，點算好呢？咁其實咧，只需要做到呢4步，我哋就可以輕鬆咁提升到筆記嘅吸引力㗎啦。第一步，我哋要定個主題。香港嘅商家咧可以緊貼時下流行嘅話題，又或者係挖掘新奇獨特嘅看點。獨特而又容易引發共鳴嘅主題咧，先至更加容易擊中內地用戶嘅興趣點。第二步，我哋嘅封面設計咧要足夠吸睛，封面圖一定要清晰、審美在線，仲要同主題內容襯到。好嘅封面咧係用戶點開你筆記嘅第一動力，千祈唔好是但求其隨便咁整啊！第三步，寫啱嘅標題，標題咧就唔好太長，要簡短而有力，最好咧就可以夾雜一啲情緒詞、內地嘅詞，又或者係搜索嘅關鍵詞。既要引發內地讀者嘅好奇心，又要俾佢哋一眼就睇得明我哋筆記嘅核心內容。第四步，正文要有料，筆記嘅正文咧一定要有實質嘅內容，層次要清晰，俾內地用戶提供到高價值嘅信息，等佢哋睇完覺得有收穫。最後咧，唔好忘記加一個互動嘅勾，我哋要拉近同用戶之間嘅距離。主題共鳴，封面搶眼，標題勾人，正文有料。呢4樣做到足，咁我哋嘅筆記咧，自然就可以捉得住內地用戶嘅眼球㗎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